女人旺自己係有心法嘅。如果你想令自己變得更好，咁我跟住落嚟講嘅，你一定要記住。我相信余生你會一直行上坡路。第一件事，唔好同舊人糾纏，唔好俾過往嘅是非牽絆。你記住，人生最大嘅智慧就係上船唔思岸上人，落船唔提船上事。舊人無需知近況，新人不必問過往。過去嘅人和事，無論好壞，都已經翻篇。只要你夠勇氣，俾自己一個果斷嘅結束，命運就一定會獎勵你一個全新嘅開始。第二，與其羨慕他人，不如成就自己；與其臨淵羨魚，不如退而結網。比起羨慕人哋嘅生活，不如沉落心嚟打磨自己。就算人生長久，好似黑夜，我哋都要點起一盞屬於自己嘅燈，照亮自己嘅路。第三，一切向內求，活在當下。人總係喺接近幸福嘅時候倍感幸福，喺擁有幸福嘅時候卻患得患失。唔知其實我哋唯一擁有嘅就係當下，你可以真正把握嘅就在眼前。所以往後餘生就係識我者我識之，嫌我者我棄之，懂我者我信之，愛我者我必愛之。第四，放下助人嘅執念，尊重他人嘅命運。心軟嘅人最容易消耗自己，擅自介入人哋嘅因果。你睇落好似深情，其實係愚鈍。眾生皆苦，唯有自度。無能為力嘅時候，沉默就係最大嘅祝福。記得將自己還俾自己，將別人還俾別人。讓花做花，讓樹做樹。其實最主要就係修心。我手上呢串小葉紫檀五行馬路手串，就係我踐行呢啲心法嘅隨身修心小物件。老鳥紫檀帶住歲月沉澱落嚟嘅溫潤質感，五粒天然馬路色澤柔和內斂，戴喺腕間就好似帶住一份安靜嘅力量。我教大家一個最實用嘅用法。當你忍唔住翻舊賬，諗起令你意難平嘅人和事嘅時候，慢慢捻一粒珠子喺心入面，同自己講：翻篇啦，過去啦。當你察到人哋嘅生活，忍唔住開始焦慮，開始同自己比較嘅時候，捻一粒珠子同自己講：人哋嘅路再好都唔係我嘅，我淨係行好自己嘅路。當你為未發生嘅事憂心忡忡，為已經發生嘅事追悔莫及嘅時候，捻一粒珠子同自己講：活在當下，珍惜眼前。當你心軟，想插手人哋嘅事，想為人哋嘅人生負責任嘅時候，捻一粒珠子同自己講：尊重他人命運，放下助人執念。就係咁簡單，一個小動作，一轉一息之間，將你飄走嘅心神拉返嚟，將你亂咗嘅情緒收返嚟。佢唔係咩神奇嘢，佢只係一個提醒，一個錨點，時時刻刻提醒你守實自己個心，唔好俾外界嘅紛擾帶走。帶耐咗，你會發現佢已經變成你嘅條件反射。只要心一亂，手就會不自覺摸向腕間嘅珠子，捻兩下，成個人就慢慢靜落嚟。手串係我結合幾十年嘅經驗打磨出嚟嘅，就係抱住將好嘅東西分享俾大家嘅心態。呢都算係為自己積累福報。點擊師傅嘅頭像，入去櫥窗就可以見到。無論你而家幾多歲，家庭情況點樣，都可以試下師傅嘅手串。你只要用心去感受，就可以令你嘅人生得到改變，重新行上坡路。但前提係你要用心去做呢件事，等師傅幫你成為一路向上行嘅人。